过咱知影诗会变做诗，安尼就是第一条变第二条。安尼请问，有一个词叫做顺诗，顺甲诗是第几条？顺是第几条？诗是第几条？啊，我拄则是念顺诗还是顺诗？安尼顺是变做几条？7变3，啊诗敢有变？无。你若是想袂起来的时阵，请你算看卖。我是念顺诗，啊，这个顺是第几条？请互我顺会变啥条？顺顺顺顺顺诗，所以你用枕头仔去算顺顺顺顺第三条。所以第7条会变第3条，安尼第7条变第3条，这个你得当下去试看卖哦。台语练台语练台语。四三三二四四二一四五四三二三。有4条无共的路。大家好，我有话两种，一个白狗，一个唱歌是我的梦想。这个太久了。我有话两个，一个白狗，一个唱歌的。我用9个色字。你用9个色会唱报图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唱报图。我用学的杨秀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美工甲唱报图。我用着蓝色、青色甲红色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的美狗。我画猫仔形的美狗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的唱报图，内底有足侪个房间。这是我的唱报图，我会用着紫色、蓝色、青色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唱报图，我的报章伫海沙坡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唱报图，我一支大锁匙。下骹有足侪嘛。这是我画的美景，有4个符号，有青色、感仔色、粉红色、蓝色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唱报图，我爱去王国去救国王。大家好。这是我画唱报图，我有的文风镜，甲花园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的物件，我画路种是无共的物件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画的白狗、小鸟、不知了、叫唤。大家好，我画的是白狗、
阮爱去学跳三十个。大家好，我话这是美叫你爱写就这数下题目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册报图，爱拍卖路程才会过关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参报图，以后去做这无共倒数过关。我画的是藏宝图，还有足危险的动物。这是我画的藏宝图，而且有足侪危险的动物。我画的嘛是藏宝图，遮有遮侪危险的动物，佮有我画的是藏宝图，我遮有足侪危险的动物。